就这个疫情，即卖全世界有超过4343万人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超过115万人，尤其是欧美国家上界吃力。其中，这个意大利伫个25号才来创下着单日确诊新冠的纪录，但是嘛毋是所有的人拢愿意配合政府来宵禁，或者是限聚令，部分的城市都来爆发着警民冲突。 在意大利南部的城市，因为民众不满政府又搁爱再一届实施防疫的限制，去甲加上走路抗议，甲警方爆发冲突。另外，在意大利北部的城市，这个警民冲突嘛愈来愈严重，有民众走上走路供店，搁咧攻击警方。 警方嘛马上回击。最近意大利的疫情又搁压起来，累计确诊已经超过50万例，甚至伫25号迄一天，搁创下确诊单日的上悬纪录。所以政府要求咖啡厅甲餐厅伫未来1个月之内，暗时6点就要关门。这互民众听到真倒弹，安尼状况嘛伫西班牙发生。 Esto va a ser lo mismo que si no lo hacen, porque sigue contagiándose la gente. 西班牙总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的状态。除了加那利群岛以外，全国都要实施宵禁上少15天。因为西班牙是头一个确诊突破100万例欧洲的国家，即马连世界卫生组织嘛来得关心。The European region is an epicenter for disease right now, and maybe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nature of measure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eded to catch up with and get ahead of this virus. 部分的民众不满政府的防疫措施，但是即马连医护人员原来吵到用要挡袂掉咯。在比利时的第3大城市列日，当地有1/4的医疗人员虽然已经确诊，也是得要继续工作。 而且每一区宵禁的时间无同款，这嘛互民众真歹适应。